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30，诗篇119篇81节安尼讲：我的心迫切羡慕你的拯救，到要昏去。你的话，互我有望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羡慕你的拯救，到要昏去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掌管一切万有的上帝。你是人民疼痛世间人的天父，主啊！你予天照时出日落雨，予雨水灌压土地，予花草来生长，予树木来大长。予种活物来得到供应，主啊！你也是安尼，将各项的恩典来赏赐阮，阮要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阮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羡慕溪水。主啊，只有你是阮的供应，只有你是阮的活命。主啊，阮的心迫切羡慕你的拯救，到要昏去。你的话，互阮有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